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嚇。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叫做周六福6168嚇，公司咧就喺中港啦嚇，咁做珠寶生意嚇，周六福嚇，咁就有好多嘅加盟店嚇，咁以網絡嚟計咧嚇，90%嘅係加盟店嚇，只有少於1成咧係自己自營嘅店嚇，咁自營嘅店咧有做線上線下嘅加盟方面咧就有收服務費啦相對係高利潤啲嘅咁就股份咧喺6月18號開始招股，6月23號朝9點半截止認購，6月26號首掛嚇。發行價格24蚊入場費2400多啲集資額係11億，咁都係一種加盟嘅金鋪行業會唔會似隻老鋪黃金可以作參考咧大家自己留意下啦。有興趣自己去認購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